已经125档的台南病院，随着少子化等时代演变，嘛将急动症等后期复健的整合照护扩大到18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，互因别因为重大伤病来失灵。上午启用记者会中，市长吴伟霆嘛亲临见证，感谢台南病院付出，甲港台金属大力赞助一个儿童优先的医疗设施。儿青赋能中心就这样子。在我们杨院长的倡议，以及在我们周董事长的这个努力、全力支持之下，能够在我们台南医院来诞生。这个部分真的是不只是微光，我觉得再次讲，照亮了我们台南。那因此呢，我们特别谢谢广泰。广泰除了在金属、在医材之外，这个是台南之光之外，在照顾我们孩子也是台南之光，我们特别谢谢。那也要有劳，也要拜托我们台南医院的各位医师，除了在防疫让我们台南成为骄傲之外，让对我们孩子的照顾也是让我们引以为荣的。甲大人比较起来，其实儿童青少年一旦患着急动症，需要更较密集的短期复健计划，才当对并发症当中复原。我以前在成大有负责国际医疗，我们参观过几个国家的国际医疗里面，像包括泰国，他们就有类似这样子的，怎么样让小孩子从急性期到慢性期的中间这个 gap， 其实健保署早就有在做 PAC 叫做急性期后照顾。可是我们后来发现，小儿的这边好像大家不太做，那所以我们就在想何医师、何主任，我们从成大请他过来之后，他相当的认真那终于想到这一个，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种很好的开始，让我们台湾不只对于老化，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新生代可以提供更好的照顾。护龄中心的启用，主要是急动症儿童伫看团队专业照护的福音，嘛是送予小朋友一项温暖的新年礼物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